为了感谢医护人员防疫努力，台南市天坛5条港商圈结合防疫纺织国家队、巨阳公司、市员郑嘉兴共同捐赠一批防疫物资，予台南市立病院。携手防疫挺医护，赞！最近 COVID-19 的疫情持续在加深，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很多的医护人员为我们尽心尽力，然后在很多的那个紧急的事件，我们都看到医护他们真的很尽力，所以呢，我们就发起了来捐赠我们的 P1 的等级的防护衣，还有面罩、防护面罩，总共各300个。那希望呢，能够尽我们的微薄之力，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疫情。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敏也亲自出面代表受赠，并感谢5条港商圈全体同仁的善心付出。多谢咱这个天坛5条港商圈咱的侯理事长、咱的徐董甲咱的真济理事咱甲咱捐赠真济这个足好的防护衣啦这个因为这个物件是对阮防疫是真有帮忙大家伫防疫的期间，大家都真尽责啦。咱台南市包括市政府甲咱的卫生局所有交代的代志，我想大家病院拢足认真来做。真感谢咱这社区这团体甲咱捐献这样济重要的物资啦。这物件会当互阮搁较济的能力、甲资源来甲这防疫的代志做好。除了市医的防疫物资捐赠，5条港商圈16号这礼拜5，也将伫咧北区区公所办理另外一场的捐赠活动，协会结合社会各界资源，用实际行动持续小停防疫。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